之前咧，其實我係住劏房嘅，會太陽照到嘅緣故咧，會有毛菌。鐵皮屋嚟嘅，限制人等就好多咯。有時一夜翻就有啲擔心。因為我哋嗰時逼遷都好彷徨㗎。特區政府咧為咗改善香港市民嘅住屋問題咧，推出咗過渡性房屋呢個政策啦。而恆蒲新苑咧，亦都係其中一個過渡性房屋嘅項目。恆蒲新苑係由新界社團聯會社會服務基金去營運，由2024年2月份開始入住咧，已經超過1年幾啦。咁我哋嘅入住率到依家咧係超過90%嘅。申請人咧多數都係一啲面對緊房屋嘅問題㗎。因為我哋嗰時逼遷都好彷徨㗎，最後一個機會就嚟到呢度，咁就批咗我哋。咁我老公啊，哎呀，終於有間屋可以俾我哋係過渡性住下啦。咁呢度就係我以前住嘅，以前就瞓2層咯，我女上邊，咁我哋兩公婆下邊咯。住咗半年之後就，公屋嗰度又批咗，咁就上咗去屯門。之前咧，其實我係住洪水橋嗰邊嘅劏房嘅，會太陽照到嘅緣故咧，會有毛菌啊嗰啲喺度積聚啦。咁過到嚟呢邊嘅生活咧，其實係的確唔同咗嘅，就係因為至少個單位係可以有太陽入到嚟啦，即係望到啲花草樹木嘅時候，個人都係心曠神怡咗。其實我都發覺嘅係個健康都係好咗。呢度咧，因為一來交通方便啦，同埋咧呢度又有保安啦，咁變咗咧我哋會好安心啊。嗰啲社工又可以上門去探訪啊，需要啲咩幫助啊，咁都可以幫到我哋嘅。以前住嗰啲租嗰啲屋都幾吃力㗎，個女又讀大學啦，又交租啦，咁我話真係一個人嘅人工都唔止啊。當時住劏房嘅時候，個租金係真係貴啦。咁我變咗，其實我係要將所有嘅精神同時間都係去放咗喺交租嗰度。接觸到好多嘅居民住咗喺度之後咧，的而且確咧可以為佢哋有一個喘息嘅空間啦，舒緩到佢哋嘅經濟壓力，令到我哋暫時咧都可以將房屋問題先放低，然後可以更有效咁樣去諗下未來嘅規劃。我過咗嚟恆蒲呢度住嘅時候咧，個租金係慳咗啦，咁所以變咗咧我就有呢一個空間去用呢一個資金去放我未來進修使用咯。我個舞台就喺張床嗰度，好開心嘅係，即係我可以喺呢一度可以有空間俾我去唱到歌咯。我哋恆蒲新苑注重社區營造啦，居民自發參與活動，我哋會同地區上面嘅唔同持份者咧去合作，而我哋咧恆蒲新苑嘅社會服務部咧都會定期舉辦一啲恆常嘅活動啦。我哋參加過參觀農場啦、剪髮班啦、唱歌班啦。我自己係加入咗我哋自己新成立嘅一個恆蒲新苑嘅男團群組啦，藉住去交流啦，大家觀察到街坊嘅需要啦，然之後睇下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去協助啦。咁呢個係我喺恆蒲呢一度，我覺得最大嘅得着咯。我哋會因應唔同嘅節日咧，舉辦唔同嘅嘉年華活動，街坊踴躍參與，形成咗一個恆蒲嘅小社區。恆蒲營運團體咧係辦得好好嘅，安排咗好多好有意義嘅活動啦，多姿多彩啦。我哋啲街坊咧，大家都好融洽。特區政府推出過渡性房屋嘅呢個政策咧，的而且確可以幫到更多嘅基層市民，為佢哋提供一個安樂窩，令到佢哋可以有更美好嘅生活。